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民歌45年高峰会，后个月伫小巨蛋来举办，总共有14组的艺人，要用歌声带歌迷回到当年因迄个美好的年代。当年唱民歌的歌手一摆站出来，一定互足侪人拢想起过去。民歌45高峰会搁办一个感恩场，地点为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刷到小巨蛋。本来有8个歌手，即马增加到14个人，亲像潘越云、王梦麟、徐锦纯。因为这一场是感恩的演唱会，所以我唱了一首歌词非常的很好的一首歌，叫《我的思念》。民歌45高峰会今年2月23举办的时阵，拄着疫情。做这歌迷惊讲的感染，拢退票，票房大受影响。疫情嘛，互歌手有规半冬的时间拢无空缺。我是其中之一个，搞得在家里每天看电视、喝茶，把视力也搞坏掉了，声音也弄哑掉了。疫情无遐尼严重了后，民歌45高峰会搁办一个感恩场，嘛希望歌迷会当来听好歌，做伙分享少年时代。